Hello Love Style 讀者大家好，我係 Anson 羅漢庭，我而家喺澳門上葡京嘅 Vivienne Westwood 珠寶展嘅開幕禮。自己第一次買珠寶首飾呢，應該係大學嘅時候，但係冇特定嘅 brand 嘅，係喺香港嘅一條街啦。佢隔離，跟住就擺咗一個檔啦，咁就係有一啲玉器啊、金器啊、銀器啊，即係 all sorts of 所有唔同嘅珠寶啦。咁自己就揀咗一條銀鏈啦，係就咁跨越嘅一條普通銀鏈。如果要我選擇一種寶石，我一定會選擇黑瑪瑙嘅一個水晶啦，就好似我而家頸上面嘅呢一條咁樣啦，因為黑瑪瑙水晶其實係代表住一個自我保護啦，或者保護別人啦，甚至係一個驅散負能量啦。咁所以其實係好表達到我出道以嚟都係好想要正能量啦，跟住想保護神徒、保護我嘅 fans 嘅一個感覺。如果要選擇珠寶俾我媽咪教母嘅話呢，我應該係會揀 Vivienne Westwood 嘅 Oak Collection。係啦，因為佢係真係十分之經典啦，係一個 Vivienne Westwood 嘅 classic 啦，而且佢係融合咗一個優雅，但係又有好有鋒芒嘅感覺啦。咁所以好襯我媽咪啦，就係好 elegant、好 classy， 但係佢又好聰明到係有一種有 edgy 嘅感覺。咁所以就係好適合我媽咪。